一條橋改寫灣區格局，一座島承載未來野心。灣區時代向海而生嘅理想生活範本。呢度係中山馬鞍島萬科深業灣中新城啟霧灣區新主場，解鎖島上唯一對望深圳前海稀缺大平層，僅16席2梯1戶，270度無敵觀海。未來業主可以坐擁7重景觀。L 型陽台帶嚟咗270度超廣角巨幕感受，俯瞰黃金內灣、深中通道等極致夜景。L 型陽台加超闊飄窗組合一齊，客廳、飯廳、開放式廚房，整個動區更加通透明亮，百變社交場地就此誕生，完全唔輸全玻璃幕牆設計嘅貝月台。平時喺書房可以食下雪茄、睇下書，仲有可以睇電影。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洗手台仲採用咗大理石材嘅材質。主人房雙洗手台設計為浴鏡、暗藏玄機，俾到你星級酒店精緻感撲面而嚟。主人房雙衣帽間先至係收納嘅終極武器，男女主人分區設計。睡眠區域仲配備咗超大嘅全景飄窗，每日瞓醒就可以睇到出邊嘅海景啦。好多大戶型買家人生都會有一定嘅積澱同埋成就，追求更闊達嘅氣度。呢般車闊氣度啱好匹配佢哋嘅身份地位、人生氣質。喺不動聲色間，萬科深業高度凝聚咗一個獨特又順水嘅塔尖寬層。如果你哋都對呢個豪宅3.0感興趣嘅話，快啲評論區話我知，或者私信我後台攞詳細嘅資料。最後記得俾返個讚我啊！